哇！睇下啲煙先，隔住個 mon 聞到陣香味啊！幾乎每一間茶餐廳都最不能夠攞走嘅一個餐牌。燒到個鑊出煙就可以加啲油落去，之後就可以加入材料㗎喇。幾瓣蒜頭，用手壓扁佢就得㗎喇。煎到金黃色，睇住佢冇窿喎，15秒 OK 㗎喇。加埋洋葱落去啦。其實最好係用紫紫地色嘅乾葱，但係今日因為我冇買，所以就加洋葱。之後係2片薑，能夠接受就加，唔能夠接受就唔好加啦。之後係浸咗半個鐘嘅枝竹，夠晒腍㗎啦已經。加咗之後扭大個火，炒香佢。之後係豆卜。如果唔中意可以加返豆腐嘅硬豆腐，因為畢竟係豆腐火腩飯，男人的浪漫啊嘛。通常炒到咁上下有豆類製品，我都會加鮮露落去嘅，大概1/4茶匙。鮮露配一啲豆腐枝竹係夾到飛起嘅。跟住係主角，隔咗幾萬嘢嘅火腩，炒到咁上下加啲水落去喎，大概半碗水左右啦，因為我哋要煮腍啲材料同火腩。中間可以加啲葱段落去，之後就加我哋第2種調味料菜腎蠔油，大概2個湯匙左右啦。詳細要自己試味嘅。其實全個餸只係得呢2種調味料嘅啫。有啲人會中意加啲糖啊，加啲酒落去，咁就悉隨尊便啦。因為始終教緊大家一啲家常做法，越簡單，我相信大家會煮得越開心。煮到咁上下可以冚蓋。1分鐘後可以打開，最後加返啲生粉水落去，埋返個芡就完成㗎喇。你話加幾多？你想個汁結啲咪加多啲，你想個汁稀啲咪加少啲。呢個就係好簡單嘅道理。放幾條葱段落去，等佢靚靚仔仔，食得啦。啲火腩嘅香味傳晒入去啲枝竹同埋豆卜裏面。加埋好簡單嘅調味，其實已經足夠啦。隔住個熒幕，大家聞唔聞到陣香味呢？大家望下索晒啲汁嘅豆卜，想唔想食呢？